申命记第10章第1节甲11节，迄时上主对我讲：你爱阁拍2块石碑，亲像头一开共款，上山来到我的面前。你嘛爱阁做一个木柜。你头一遍摔破迄2块石碑的顶面的话，我要写伫个这2块石碑的顶面。你爱将石碑放伫个木柜内面，我就要用这个木来做一个木柜，搁做2块石碑，亲像头一遍共款，手三这2块石碑上山。上主会将伊会伫大会日子，伫山顶对会中对恁讲的10条诫照头一遍写的安尼写伫这2块石碑的顶面交予我。我专心落山，将石碑放伫我所做的木柜内面，石碑就一直放伫迄个所在，亲像上主吩咐我的。以色列人对比罗、比尼、雅干起程来到摩西拉，亚伦伫遐过身，也葬伫遐。伊的囝儿以利亚撒接替伊做祭司。因对迄位起程来到古国达，搁为古国达来到有溪水的约巴他。迄时上主选出利未支族的人，叫因跟上主的约柜，听候伫上主面前侍奉伊，奉伊的名祝福，一直到今仔日。所以利未人伫因的兄弟中无分着产业，上主就是因的产业，亲像上主你的上帝对因所应允的。我像头一摆共款，伫山顶带40个昼夜。迄届上主嘛听我的求情，无忍将恁灭绝。上主对我讲：你起来带领这百姓出发，互因入去得到我向因祖先起誓应允的，要赐互因的地。以上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今仔日咱们来分享的是《申命记》第10章的第1节甲11节。这段经文表面看起来是2块石碑、一个木柜，甲利未人，还有摩西40个昼夜。其中有一条足深的主线，就是人会失败、会摔破，但是上主会过来一遍，甲咱重新立约，起来行应允的道路。上主互人重新开始的恩典，伫遮的第1节甲第5节，经文一开始就讲，你要搁炸2块石碑，亲像头一遍共款，你嘛爱搁做一个木柜。咱若知影背景，就会知头一遍的石碑是因为百姓犯罪拜金牛，摩西去甲摔破。石碑破就是关系破碎，是审判嘛是约的破。但是上主无讲算啊，恁这群无救。上主反倒来讲，爱搁炸一块石碑来搁写一遍，这是啥物意思呢？我想就是上主的公义无放弃。罪有代价，但是上主的怜悯嘛无收起，伊要救赎咱。上主无叫咱惊啥物拢无发生，是叫咱认罪悔改，搁顶头。所以这第一个信息就是，你的人生若有破碎的所在，上主会搁甲你开路，搁甲你一遍。不管伫咧家庭、工作、关系、信仰，还是有失落，上主今仔日拢会讲，搁来一遍。伫第5节，摩西落山的时阵，将石碑放伫木柜内底，石碑就一直放伫遐。这就是第2个重点。放伫个木柜内底的石碑，伊的意思就是讲，上主的话毋是听过就算，伊是放伫个中心的。上主无干那叫摩西摕新的石碑，伊阁叫摩西做一个木柜，为着啥？因为上主的话，若无收伫应该收的所在，就足紧会阁弄无去。所以木柜是一个保护，嘛是一个中心。搁换一句话来讲，上主的诫命嘛是无要收拾的，伊就是毋是礼拜听听的。上主的话是爱藏伫咱心中，爱成做咱生命的核心，成做咱的决定，成做咱日子的准则，会当应用到伫咱的生活。咱若是真正看重上主的话，就爱有收纳的这个动作。爱固定读经、祈祷、纪念、实行，
咱若真正看重家庭，就有家庭的目规、共同的时间、共同的规矩、共同的信仰，甲伊的行程。咱若真正看重咱的群体，咱就要有群体的目规、清楚的价值、清楚的界线、清楚的传承。听是开始，收伫心内，行出来才是信仰。第三，利未人的呼唤，伊的侍奉是人，侍奉的人是无靠地业，是靠上主来做产业。第8节甲第9节，夫人讲到利未人，上主选利未人之族的人来扛约柜，徛伫上主的面前侍奉，奉伊的名祝福。利未人无分着产业，上主就是伊的产业。这段看的实在讲，中上主中心日月，也当时若咧中心整理敬拜甲侍奉。利未人的工作是啥？扛约柜，扛去神同在记号，徛伫上主面前，活伫上主面前的敬畏。侍奉甲祝福，用上主的名去祝福人。利未人无分地代表一战士，真正的安全感毋是地业，毋是资源，是上主本身。这对咱今仔日来讲足重要的。咱做父母的、做主管、做领袖、做同工，咱心中的产业只是我控制的资源，就会烦恼。但是咱的产业若是主，咱就会稳。第四，摩西的代求甲命令，祈祷以后就起来带路。这是第10节甲11节。第10节，摩西佮亲像头一摆伫山顶过40个暝日。上主听摩西求情，无忍将百姓灭绝。这是咱看见领袖的心。摩西毋是敢若会受气、会责备，摩西嘛会跪落为百姓求情。上主听了祈祷好，祈祷了后，第11节就讲：你起来，带领这百姓出发。伊的意思讲，祈祷毋是闪避，祈祷是预备。祈祷了就要行动，这是非常实际的属灵的节奏。先上山，先伫上帝面前甲伊讲好，才落山来到现实的面前，带人先行。有时咱会讲，咱祈祷应该就会顺，但是上主讲，祈祷了要起来行，因为应允毋是坐咧，是要踏出去才会入来。所以这是咱今仔日对上主讲，上主对咱讲的，过来一遍。所以我感觉，咱若有破碎，上主会搁予咱一遍来重新利用。咱若看重的，就要放伫个目柜内底，放伫咱的心中，因为这是甲主的话守开。咱若侍奉，就要记咧，上主是咱的产业，要倚靠上主。咱若祈祷，就要起来行，因为祈祷甲带领是同款的。所以这是咱今仔的分享。上主啊，阮愿意过来一遍，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，起来行你的道路。咱压头来祈祷，主啊，感谢你搁一届的呼召，互阮会当承认阮的失败，阮有软弱，阮有破碎，但是你无放弃阮，求你将阮的话写伫你的心内，互阮知影什么是该守的，什么是该放的，也求你互阮学习利未人的心志，以你做产业。学习摩西的代求甲勇气，祈祷了爱来行路，爱来带路，愿你的带领，阮来进入你所应允的地。阮来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